可你刚明就转一圈。对啊，就是走3步啊。走3步跟转一圈是不一样的。你叫老师跳。走3步。走3步。哦，第一个简单，1、2、3点，退3点，看。老师用客语。对你去加强那个重音，它会有区隔。老师反正你就尽量讲懂后。对，加油，勾100哦，勾100。老师有没有觉得自己像大米？好多人在说，我也觉得有。